欢迎进到现场，今日咧好空比波报幕大家第一咧，就三个创来闹连连吼出嚟一种全新咯吼，底度有8条嘅歌曲個，今日咧邀請到嘅莹莹嚟到現場吼，莹莹其實係對細嘅時節吼，受到阿婆嘅影響吼，來接觸也山歌嘅一部分啦。你知道你唱山歌吼，咩學山歌，咩研究山歌吼，都一下吼。你知道對於咧唱歌嘅人來講吼，因為你自家又有主持，又有唱歌嘅，周青就會用講法吼，又會出聲嘅就錯嘅，你自家有乜個保養嘅方式？保養嘅方式咯，其實冇呢，冇啊，有就是天生麗質嘅意思就係冇，係啊，你講所以唔太加新鮮嘅冇。冇啦，其實我知道吼，從山歌就一隻當好嘅優勢，就係你敢從就做得。敢從係從六道安道嘅線上啊，香港年年嚟到節目當中從山歌啊，咁樣講我講為特殊要到線上，其實我知道從到山歌最好嘅係我嘅阿婆。因為呢就係我的記憶，呢就係我的感情。因為雖然佢冇學過詩、冇讀過書，係冇去唱過山歌吧，咁佢因為我第一隻聽到唱山歌嘅演唱係佢，所以佢嘅歌聲對我來講係最好聽、最有感情感。所以講到呢山歌，不管係自家唱啊，或者係到主持節目來講，對我來講，我永遠講咧，客家文化香港山歌一定會傳承。其實講安樣先，我覺得挺負擔咧。我覺得係講，如果概念很長很好，你就係在延續下去。如果延續下去，你係文化就要保留嘅啲一隻條件，所以我覺得。山歌最好保留嘅方式就係做得青島延續佢，香港從禮拜出 CD 就係一種延續。好嘅聲音吼，保留下來就錯嘅。我係知道吼，山歌吼，真難得嘅素材吼，因為有當人哋嘅唱歌嘅時節吼，可能較工匠式嘅，因為有佢嘅規則啊嘛。雖然講吼，歌曲來講吼，聽說會有佢嘅，聽說對嘅，聽說錯嘅，曲調就錯嘅。不過山歌吼，真主要嘅係佢嘅情感，就像人家下講嘅，阿婆咩冇學過啊，就彈啊吼，可能有上時候有一些人吼，上講下來吼，就有乜個絕對音感啊，乜個，不過呀對呀，從呀客家山歌來講吼，唔係輕重要嘅係冇，係主要嘅係情感嘅延續就錯嘅。係，所以講到你從山歌啊，首先可能係山當聽到嘅阿婆唱，就會知道，佢唱到當好呢。咁講你係就個唱一擺，又係唱下唱到，喲，佢嘅形容見來見唔準呢，喲，就睇咧。咁講呢，你就係佢嘅特色，因為佢。唔啲嘛，按照音準啊，係我按樣先唱，我見你聽就好，係我見你試下招，我就唱下歌先得。嚇我見你我做到甜咧，我見你食只東西啊，食只點心，你唔好差，我要唱嗰些我上水冇咧，要下帶咧，你就係佢嘅身法。唔講學啲啊，山歌唱嚟鬧連連地度嗬，係講嘅動道嘅山歌嘅由來啊，還有山歌嘅故事啊。聽講嗬，唱呀盈啊，唔知講咩有去到呀國外啊，後來國之類做一啲交流啊，無論係唔知講做一啲團綜啊，嗬，出去外邊還係做一啲歌手嗬，出去外邊啲交流嘅時節嗬，對海外嘅鄉親還係海外嘅國外嘅朋友嗬，佢就聽到山歌嘅時節，有乜咁無強嘅感受冇？做得先講係督導我哋台灣過去嗰邊係個花橋，佢條聽到嘅時節後，佢條動感同，因為佢條渠道咧就係佢條家鄉嘅聲音。從我最難忘嘅就係要擺去日本，喺同我呢個咧係導遊，佢係台灣人，咁個佢唔會唱客家歌，佢就唔會講，因為佢係荷蘭人，喺佢移民到加到嗰邊去，喺佢講佢10個年。冇進來台灣咧，喺佢我哋亦可以在唱你係山歌嘅些，佢聽到第一隻司機講佢目睭就見了咧，係佢講你就係我嘅家鄉。這就是我家鄉的聲音。不管我彈嘅時候彈唔是，佢就會想講，你就係我嘅家鄉。喊你係對你係台灣嘅人來講，佢當然唔是講佢係會唱啊，又係會彈山歌。你就係家鄉嘅聲音。所以你對佢來講係安樣應該親切。所以呢，也係一種動感同嘅事情。也係華僑咩？係外國人咧。
该就会讲到就是白行来戏把戏嘅时间，系还戏把戏嘅片表演，我都唔会讲你系葡萄牙语，系唔过该片该巴西当地的人哦，真熱情吼，系動熱情，巴西嘉年華、嘉年華嘛，然後行認真件係青木強用嘅民族嘅感覺。冇強咯，佢佢咪講，叫佢咪撈家啲去介華僑講，叫迄你時係咪從入山歌吼，我啲內容你拉丁風格嘅，你係跳舞方式撈佢啲伴舞，佢我啲是從水佢啲跳舞，你用嚟跳咯。就跳那個沙沙咪咧，衝山歌安尼，安用嚟對咯，係啊，你一就弄神奇。不過呢，比如講佢哋會學嘅係客家話，比如講佢哋講我啲唔會講啊，家庭巴西嘅人就講做得講佢客家話，幫佢哋學咯，因為佢哋又會講葡萄牙語，幫人哋學，係我就講聖蒙尼，謝謝的意思哈，叫你頭先係講法就係唱歌，因為先唱歌幫佢彈歌咧，佢叫做講。咁叫客家話講話就當唱歌呢？哦，即可能係唔講嘅吧？唔講起來較唱啲唱歌嘅。因為想講我講下慢調，本幾條學啊，係啊，見本意好冇，係叫你係講話啊唱歌，係你就係對你係外國人，對佢哋嚟講，你係三個香港嗰啲嘅語言，對佢哋嚟講係當優美嘅，你係當講嘅伊個產品做錯嘅。係，唔過你去到國外嘅時候，你自家咧。剛剛講到嘅係談到嘅人咩吼，而且家去啲國外嘅時間，海外吼，啷個咧土地吼來唱家鄉嘅歌曲嘅時間，自家嘅感受咧？自家嘅感受，應該講吼，我第一擺驕傲冇，會第一擺去到美國嘅時間，我係第一擺出國，佢家係當興奮哦，去到幾條推檔，要練英文。聊聊講幾句法，佢介紹你嘅客家山歌，佢可以在唱嘅時間啦，嗬，唱嘅第一句法唱出來嘅時間，佢哋就樸素咧。好，該當時心中就動感動，想講，第一擺去到你一彈歌嗬，佢家係樂，想講我唱嘅係幫外國人彈，所以佢哋動熱情，你係運動嘅。佢結果一結束呢，動到台灣嘅人來讓我講，啊，小姐好好聽啊！到兩篇就已經讓我講國語，嗰個家條係彈嘅事咧，係動到係彈嘅事，佢彈唔係朋友呢，佢哋就會講，佢哋對你係台灣嘅歌曲啊，都係你係。阿里山的姑娘，係彈到山歌，係冇強用，佢哋就講，原來客家嘅文化韓國歌叫做安道族，真嘅，因為家家好像誒頭擺時間出洋外景嘅時間，大家就會知道，你做啲小嘅係咪家係客家冇？客家咧為主嘅時間嗬，其實佢會講佢嘅歷史嘅發展，見東從安尼，嗰個江蘇都後來大家講，係啊，也係一種語言有冇？啲台灣啊，真嘅要動到冇向嘅語言嘅族群。也客家其實係其中嘅一種聽哦，嗰個咩希望大家做啲彈看啊客家嘅語言、客家嘅歌曲。啲小嘅時，因為外國人真嘅會知道動神奇啦，知道亞洲人哇看起來就強用，唔過佢講出來嘅話係佢嘅文化學家就係清有興趣嘅呢。係因為佢哋對你係台灣過去表演嘅團體啊，韓國你係認知都會想講從你係歌戲強用，當害怕，係和道具當多，喺戲嘅時節啦，嗬，可能你係表演嘅形式啊，乜嘅，都本佢哋有啲係印象，咁個看到我啲一家人喺做你係禮服出來重山歌嘅時候，原來台灣係用冇強用嘅文化，冇強用嘅形式就錯嘅。我嗬，剛開一開始嘅時節後沒有講到啊，影啊，嗬，係對細從細開始嗬，就係由阿婆來學識呀山歌來接觸到啦，嗬，情感通嘅歌曲，咩係阿婆嘅歌曲噶，嗬，對一開始細時節來學呀山歌，都唱山歌、教山歌，聽講行經驗咩係去國外取經，就所謂跨國有嘛，跨海去取經嘅係嘛？你們有一個逐夢計劃嗬？係就係去年啊，就宣傳咧，哈維飛佢哋當年就辦嘅一個逐夢計劃，就係希望有夢的人可以去追尋。佢認為其實你係唔係認為做節目開始講有你係想法，對本人啊，我自己寫你係碩士論文嗰時就會想講，安道山歌，台灣安道山歌，就有看過彈過咧，韓國做咧
文字的资料都有投稿嘞。而家唔啲睇了改片改三個形容版，因為語言係通嘅。不過幾條改你係歌曲顯示啊，到底形容版可能就一絲絲冇強用，不過冇強用到嚟，可能俺講到冇按相似，所以還有做了只節目之後啊，吼，我就會想講係講做得吸收慳下多嘅養分，我就希望做得對你係三個就慳下多嘅你係了解，所以我就宣傳你係逐夢計劃，慳下當時夢還會回本來了只計費，做得經驗就計費到大了解片去，才是改片嘅三個，希望做得大慳下多冇強用嘅。你係三個嘅曲調，將來台灣鬧大家分享。嗰陣一擺去到嘅唔生搶嘅去大陸嘅廣東係冇，廣東佬廣西也兩隻素菜。唔過也可能家下講到嘅菜式嘅吼，菜式嘅歌曲吼，用嘅嚟抒心咯，因為有可能有人家下沒有講到啊，像阿婆會啦吼，阿婆啲通常講唔識詩咩冇學過，就好衝聽聽就按你衝出來嘅。啲大陸會有按你問題冇，你啲學嘅時間，你啲熟悉嘅時間，會有遇到一啲困難，就係用嚟留下來嘅一啲問題。有誒，從今日開始要練到改片嘅線上咧，我發現哦，幾條講解法，相信我讀唔少，因為啥？係啊，真係喺翻譯到，係幾條講解客家話，比我呢講解客家話很長過。哎呦，四阿妹，你愛來哦，我就哦，然後下簡單啲哦，係講。比如講歌詞啊，吼，我搶改片嘅線上簡單從一兩句本來談嘅說，你係詩，當場冇法度馬上就了解，所以我就想講天花當中講唔清楚，一聽我去一擺，面對面係搶改片，我寫詩嘅線上寫本來，用詩我就下啲，還有一種方式就係希望去改片，雖然講今日當到咧文化交流，記得也要講咧兩篇唱歌咧，也要溜到歌曲啊，本來你學習，不過吼，我想講吼，你係三個係正規嘅。可能還有冇本人簽到嘅，比如講你係美洲啊，幾條嘅公園啊，咩聽說不有動到咗錯嘅。唔講我知道好咩真經做得用錄影嘅方式啦，吼，做得錄下來安尼。故所咧也三個也部分吼真經有動到嘅播吼，特別大家做得去畫嘅啦，吼。也擺咧吼，嚟推出嚟咧就係三個從嚟鬧連連嘅專輯咯，希望大家咧做得大天花來客家天師來買，含喺啲送廟啊，吼送客家天師都係廟。咱就做得買到嘅三個從來鬧連連頭擺嘅情歌哦。今日呢，每當感謝瑩瑩嚟到現場，然後分享按多什麼？好，一下咧，大家就先來歇困一下，後等下就停欣賞，向下來做運動了。